阻人民币下跌，中共收紧大宗美元购买审查。共谍曝光震惊议会，英国首相质问李强。美国28亿元再提案，教育年轻人认清共产邪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延期1年的第19届亚运会，9月23日到10月8日将在杭州举行。中共党媒《人民日报》9月11日在微博上发起“跟着课文看杭州”的话题，为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制造热度。同时发布的宣传影片中引用了多首与杭州相关的古诗，其中一首南宋诗人林升的《题临安邸》引发关注。这首诗创作于北宋首都汴梁被攻陷，宋朝皇帝逃到临安建立南宋之时。全文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表面上是赞美杭州的美景及繁华，实际上是批评南宋当局苟且偷生，不顾亡国之恨。人民日报引用著名亡国诗宣传杭州亚运会，还有众多官媒跟风转载，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网民嘲笑党媒编辑文化水平低，也有网民指这是借古讽今、高级黑，表示这么多官媒的编辑都不明白这首诗的意义，我是不信的。网络掀起风波之后，人民日报紧急删除了相关影片和贴文，微博也对相关话题进行了封禁。台风海葵影响日前波及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至少造成7人死亡，多人失踪。9月10日到11日，多个广西网友在大陆抖音平台发视频称，广西玉林狂下暴雨3天3夜，其中博白县一夜之间变成汪洋大海，水已经淹上2楼，但没有看到任何的救援队。大陆网络和中共媒体在洪灾发生之后也没有任何报道，而是一直滚动报道摩洛哥地震的消息。直到灾难发生2天之后，新华社才宣称玉林多地出现特大暴雨，致玉林市福棉区陆川县、博白县发生多起山体滑坡事件，造成7人死亡、3人失联。有网友讽刺说：“我竟然从一个叫摩洛哥的国家地震中知道博白水灾，这信息怎么回事？”也有网友批评说：“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地震不停地推送，自己国内的老百姓房被冲毁了都不自知。”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近闻。面对人民币的快速贬值，中共央行准备加强对国内企业大量购买美元的审查，并且将购汇审批权限集中到央行，希望能够缓解人民币汇率下跌的压力。外界关注中国8月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数都有所改善，经济是否见底？分析指出，一切有待检验，目前难扭转局面。阻止人民币下跌趋势，中共央行开始紧缩国内5000万美元以上额度购汇，并将这部分的购汇审批权限集中在央行。9月11号，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购汇要审批，预计还是走流程，然后批准程序将延长。另一消息人士称，央行周末为此召集了各家银行开会，会议间隙，部分银行因为购汇规模偏大的问题受到了提醒。由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它跟阿根廷、巴西、俄罗斯还有其他的一些所谓人民币互换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出口的粮食跟能源、大宗商品给中国之后获得大量人民币，但他们并不是把这些人民币都拿来采购中国商品，而是把这些人民币在人民币离岸市场抛出去换取美元，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快速下跌。而这些5000万以上额度，我们相信并不是一般企业去行为，都是国家级别行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频频破底，再按人民币改写16年新低。学者认为，购汇需审批有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今年的中国的出口形势是非常之不乐观，而经济目前复苏还没有看到迹象。我们说的人民币的汇率就今年以来是直线下跌，然后整体的外汇储备的不断在进行维持汇率稳定而消耗。
所以目前来说，中国紧缩了换汇的额度，由人民银行单项去审核，就是为了防止大量换汇套汇。面对人民币持续走弱，中共央行11号召开会议，强调该出手就出手，强行表态让人民币在岸价从16年低点反弹，人民币离岸价也脱离历史低档。海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基本上空前的形成了接近一致的看法，这点呢就使中国人民币汇率根本维持不住。这个市场这是一个崩溃的市场，不光是外资在撤，民营企业大量在逃。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人民币汇率能够不贬值？所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它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它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中国经济一直糟糕和大家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外界关注中国8月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数都有所改善，经济是否见底？香港经济日报11号引述分析说，近期中国系列刺激措施的提振效应仍待检验和评估，恐不足以彻底扭转局面。我们看到了从就业形势、进出口的一个数据来看，并不是那么理想，而且关注目前的房地产政策虽然调整，但是从市场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有这些房地产企业目前的运营来看，都没看到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所以可以确定的，目前中国经济还在底部一个区间里边运行，但什么时候走出底部进行复苏，目前还是没有能确定下来。学者表示，所谓经济底部不是一个死点，而是一个时间区段，这个底有可能是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这个底部要运行多久，它现在已经是不单纯由中国的经济政策来决定，还是由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双边的贸易情况，还有地缘政治这其他方面来决定。中国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已经是由过去80%以上比重下降为20-30%左右，所以国际关系未来如何发展，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是否能走出这个底部的一个区间区域。虽然中共稳增长政策密集推出，但分析认为上行趋势不强，压力仍大。日前，英国议会的研究员卡什因涉嫌充当中共间谍被捕事件曝光，震惊了英国议会。英国首相苏纳克会见中共总理李强的时候，谴责中共干涉英国民主。今年3月，英国警方根据官方保密法拘留了2人，罪名是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英国《泰晤士报》9月11日披露，其中一人是28岁的克里斯·卡什，他与多位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并被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聘为研究员，拥有进入英国议会的通行证。卡什被捕前担任由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图根哈特等保守党议员共同创办的中国研究小组主任，经常发表反共言论。如今他的身份曝光，震惊英国政坛，令不知情的保守党议员震惊又气愤。那么议会实际上是英国民主制度的一个基石，所以说明中共对英国的渗透现在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了，就绝不仅仅限于这个政府对政府的层面，而且也不仅仅局限在这个工业技术这方面的情报，而是到了这个民主的基础层面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英国议会对这件事情非常恼火。英国首相苏纳克与李强10号在 G20 峰会期间会面时，谴责北京干预英国议会民主的行为。这是中共很长时间的一个策略了，因为他需要有一些人真正能够为他服务、为他工作，特别是在民主国家，能够渗透到这些国家的政界、学界、新闻界、经济界等等这些领域，去为中共在里边去为他做事儿，为他收买情报，为他去推动一些有利于他的一些项目策略。卡什是一名家庭医生的儿子，在爱丁堡的富裕郊区长大。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历史，然后去中国，在杭州一所国际学校教授英文2年。回国后，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中国和全球化硕士学位，之后逐步进入议会工作。世委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表示，中共培养间谍有很多手段。中国是无孔不入的培养这个间谍，一个是屡试不爽的美人计，使用一些留学生，或者是趁他们在到中国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派遣一些漂亮的姑娘和他们谈恋爱，发生关系，然后通过这种方法
控制这些英国人员。除了美人计之外，中共还被指利用金钱利诱、电子窃听、录像等手段偷录、偷拍各种色情证据，讹诈、收买、策反目标人物。受到中共制裁的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据称，这个人代表中共政府在英国制定决策和传输敏感信息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他被点名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与此人接触过的人都不知道他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中共的威胁日益加深。9月11日，卡什透过律师发声明宣称自己是无辜的，而伦敦警局证实，卡什和另一名涉嫌中共间谍的男子目前已获保释，直到10月初。外界不解卡什事件为何现在才曝光。西方的间谍案的调查方面，他们还需要调查、排除或者是连接证据去瞄准下一个目标。在调查的过程中，他需要观察一部分人，因为西方这个呢，就是他们是重证据的，你最后要拿到法庭上，要去说服陪审团，还要说服法官，你的这个案件才能成立。吕家华裔作家盛雪说，当整个世界认清中共的性质和做法后，许多国家估计都会发现这类人物。中共会用一切的机会，用一切的资源，而且呢，中共在统战的这个领域几乎是没有预算的，所以中共花大量的金钱从世界各地往中国招留学生啊，招这种互换的学者呀，甚至包括有很多的非洲的留学生到中国去，不仅仅给这些人生活费啊，还给这些人配备女学生。这些做法都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深度的去拉拢、腐蚀、影响、裹挟这些人为中共服务。去年1月，英国军情5处指控一名知名华人女律师代表中共统战部从事秘密政治干预活动，至今没结案。今年7月，英国议会公布一份报告，警告中共的情报活动已经渗透英国各个部门。美国28名议员再提案，教育年轻人认清共产邪恶。9月6日，美国28名国会众议员重新提出至关重要的共产主义教育法案，为了帮助教育年轻人了解共产主义的罪行与邪恶及其对世界自由价值的威胁。9月6日，美国众议会议员玛利亚·埃尔维拉·萨拉萨尔等28位议员在第118届国会上重新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共产主义教育法案，简称 CCT 法案。CCT 法案将委托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提供教育材料，帮助教育高中生了解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危险，以及他们如何违背美国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法案的主要起草人萨拉萨尔议员是古巴流亡者的女儿，她表示，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CCT 法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记住共产主义者的罪行。萨拉萨尔议员介绍，超过1亿人因共产主义而悲惨死亡。然而，由于缺乏准确的教育材料，近1/3的 Z 世代成员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美国的左派来讲，也有共产主义那种毒素在里边，所以他整个的教育、媒体、宣传不但没有真实的去报道过去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是有美化或者说那种片面解读共产主义思潮。所以这个使得在这个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共产主义存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了。因为在美国的尤其高等学府里头，有很多教授仍然在宣扬共产主义，可是他们忘了共产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谎言，在宣扬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最重要他们在谎言中间其实呢，他们加入真正的有实质的东西呢，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你只要听到这个词，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是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怎么可能和民主制度相协调呢？
支持与参与 CCT 法案的28位国会议员纷纷表示，远离共产主义就是在捍卫美国的立国之本。众议员杰夫·邓肯说，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毛泽东和菲德尔·卡斯特罗通过共产主义剥夺了人权。自由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子孙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恐怖，这样我们才能保护自由和我们伟大的国家。这么大量的青少年脑子里边装着对共产主义不清的这种认识，其实直接危害的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自由民主。我想 CCT 这个提案提出其实是非常及时的，他们希望呢在教育上呢赶紧弥补这些青少年对于这方面知识的缺失，使得共产主义不至于伤害到整个人类。我们这些经受过共产党苦难的人，我是一直为此感到非常担忧，所以我能看到这个议案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大快人心。就像当年看到法轮功学员们去搞3岁，那我也觉得非常了不起了。这20多年来，能看见中共和其他的共产邪恶的国家在自由世界的这种威胁，所以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我个人也认为美国也是危在旦夕。CCT 法案第一次提出是在2021年，法案框架灵感源于永远不再教育法案。这个法案2020年由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它扩大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教育计划，授权开展各种大屠杀教育计划活动，以提高学生对大屠杀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河南辉县疫苗受害家长何方美2020年10月被警方抓捕，关押已经2年多。她的2个年幼孩子也一直被关在河南辉县的精神病院共济医院。9月5号，何方美家属和代理律师前往医院探望，却遭到院方拒绝。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在电脑上查不到孩子们的信息，也拒绝透露孩子们的去向。江苏无锡失独老人邹建华因被无锡市第2医院过度医疗出现医疗事故而走上维权之路，将医院告上法庭，但法院以拒绝接受不完整建材做鉴定为由，认定由他承担法律后果。9月11号，邹建华向无锡市检察院提交民事诉讼监督的补充证据，要求公正处理案件。9月12号是福州访民912鞭炮案5周年。案件当事人之一何宗旺因发起聚餐活动，9月11号晚上被父亲国宝控制，之后与外界失联。2018年，何宗旺等30多位访民前往福州第一看守所迎接访民严新生出狱，因放鞭炮除晦气被抓捕，多人被判刑，案件被称为912鞭炮案。2023年亚运会将在杭州召开，中国疫苗受害者9月11号在网上发消息说，他们准备在9月23号开幕式上向习近平递交2707余人的全国疫苗受害群体名单，希望当局重视关注他们的苦难，解决问题。房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生的储蓄。目前，中国房地产企业相继踩雷，引发民众不安。中共是否会出手救市？我们专访了美国经济学家许成刚教授，他指出，中共只能改变危机爆发的方式，却无法避免危机。中国房产巨头碧桂园9月4号公布，8月销售金额人民币79.8亿元，归属公司股东权益销售建筑面积为83万平方公尺，分别年减72.4%及76%，这让碧桂园营运状况雪上加霜。面临危机的还不只是碧桂园，相继暴雷的还有华夏幸福、融创、恒大集团、佳兆业、阳光城、蓝光集团、泰禾集团等数十家企业。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指出，房地产直接影响中国所有城市，因此房地产市场出现重大问题，立即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居民。因为有些人买的是期房，所以你是付了钱，但是你还在等着他交付，这些人最糟糕，就是最麻烦了，就是受影响会最大。那么除掉这些人，假定这房子已经买了，那么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就是
这里边最大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是不是以这个抵押贷款的方式买的房子。很多人在房价较高的时候用抵押贷款买房，但目前房价大跌，这意味着业主在账面上已经赔钱了。许成刚教授指出，实际情况可能比账面上的赔钱更严重得多。原因呢，是因为你是用这个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借来的钱，但是现在市场上你的房价跌了，那么银行呢，就是为了这个避免自己资不抵债要破产，银行可以要求借款的人增加你的资金进来。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可以说，如果你不能增加资金，那么我就把你的房产这个拿去拍卖了。就当这个发生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这个借款的人来说，那么这个冲击就大得不得了了。房子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生的储蓄，目前房地产市场刚开始出现重大问题，再发展下去，更多的人会受到冲击，中共会不会出手救？许成刚教授表示，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中共只能改变危机爆发的方式，却不能避免危机。这道理非常简单，你救这些企业，你救不了市场。那么你救这些企业呢，你只不过就是让这些企业呢不以这个最突然的方式，引发这个市场上的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实际上他要救呢，其中很重要的要救的一个部分呢，一方面是向这些企业注资啊，或者免他的债啊之类的。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政府实际上一直是这样做，他还会持续，我相信他会持续这样做，就是他要这个在相当程度上的冻结这个市场。冻结市场的意思就是他不允许市场的这个下降。那么他不允许这个市场的这个房价下降呢，就是你表面上看像是帮助了这个购房的人，帮助了这个银行，但是实际上呢，当你把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价给冻结了之后呢，这个市场就变成了有价无市，就是没有交易了。因为这么高的价没有人去买，开发商的产品卖不出去的时候，开发商自己连债都还不上了，所以呢，你的开发商实际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需要。因此我就说实际上他没有办法来救这个市场。房地产相关产业约占中国 GDP 的25%，房地产失速也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从各方面的数据看，我很有把握，就是去年的经济是负增长。那么今年的情况呢，并不比去年有显然的这个好转。那么很多人认为今年的情况比去年更差。那么从我看到的各方面的数据呢，除了外贸以外，这个其他的方面，这个似乎并没有比去年更差，但是呢，没有比去年有显然的改进。所以呢，整体上来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呢，如果讲今年，如果不是负增长，也是在零附近晃，就是基本上是0左右。那么，而不是人们在辩论的5%啊什么的。中国经济疲软，人民遭遇金融灾难又难以维权，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来看这一期的3退声明精选。天津市的李爽、杨倩、杨建新说，现今在中国大陆，人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也是全国3亿家庭金融灾难的受害者。而且中共倒行逆施，视人民为草芥，故我3人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小黄说，我深知中共并没有为人民服务，宣传伪光正，欺骗我们平民百姓，特向平台申请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团队组织，以此为证，做有良知的中国人。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国静闻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